2024年全球食糖總產量突破1.75億磅，呢個係一個普通人根本冇辦法喺腦海入面具體化嘅天文數字。如果將呢個巨量白糖全部裝入市面常見嘅2磅家用包裝袋，頭尾相連，堆搭延伸，足以完成地球到月球之間嘅完整往返。呢份甜蜜嘅體量可以橫跨38萬公里嘅地月星際距離。單睇美國市場嘅數據，更能直觀感受人類對糖嘅極致依賴。美國人年均食糖消耗量高達70磅，折合32公斤，攤分到每一日，相當於每人每日要食40杯連鎖咖啡店標準細份糖包嘅量。由清晨第一杯肯醒神經嘅咖啡，到日常餐桌上面包甜點，再到零食飲品各類加工主食，糖早已悄無聲息咁完成咗對整張餐桌嘅佔領，成為現代飲食中幾乎冇辦法搣離嘅核心元素。但絕大多數人對白糖嘅認知，始終被困喺兩個根深蒂固嘅誤區入面。第一個誤區，超市入面雪白無瑕嘅精製白糖，係工廠加咗漂白劑漂白嘅。但凡講起白糖，大家總會下意識覺得天然糖分本身帶微黃底色，工業白糖之所以潔白如雪，必定倚仗某種化學漂白手段，長期食用必然有損健康。第二個誤區，所有白糖都嚟自熱帶甘蔗，由細到大，甘蔗係唯一被我所知嘅製糖主力。清甜嘅蔗香，翠綠嘅蔗甜，係我哋對製糖原料嘅全部想象。然而真相鐵底幸福認知，全球30%嘅精製白糖根本同甘蔗冇半點關係，佢嚟自一種生長喺寒帶與溫帶、外形曲似紫色大蘿蔔嘅根動作物——糖用甜菜。咁滾7粒普通甜菜就能提煉出1公斤符合國標標準嘅精製白糖。現代化智能糖廠嘅效率更加驚人，24小時不間斷運轉，就能夠將成座小山體量嘅甜菜原料轉化為一袋袋雪白透亮嘅商用及家用糖晶體。今日我哋將深入歐美頂尖甜菜糖工廠，拆解呢套沿用200年精度拉滿嘅甜蜜工業體系，帶你睇明66把高速切絲機點樣瞬間磁浮成磅甜菜，65英尺逆流浸出塔點樣用熱水溫柔咁搵取每一絲糖分，石灰與二氧化碳嘅精煉工藝點樣完成最純淨嘅化學淨化，以及長達12個半鐘嘅精密結晶流程，點樣將糖稀變成均亂嘅白色晶體，完整揭秘一粒毫不起眼嘅紙皮甜菜點樣歷經數10道精密工序，最終變成你咖啡入面蛋糕上萬千美食中嗰一啖純粹嘅甜。更加重要嘅係徹底解開白糖變白嘅終極真相，讀懂藏喺一羹白糖背後嘅戰爭歷史、農業智慧與工業魔法。如今普及全球嘅甜菜糖工業，並非源於技術創新嘅順勢而為，而係200多年前一場歐洲地緣政治博弈嘅被迫產物。成個產業嘅起點要追溯到因妻敗數7年嘅德國柏林。嗰陣時，柏林皇家科學院有一位名叫安德烈亞斯馬格拉夫嘅化學家，完成咗一場看似毫無商業價值嘅小眾實驗。佢揀選咗歐洲田間隨處可見、原本僅僅作為豬牛飼料嘅普通根甜菜，經過研磨粉碎、清水浸泡、酒精提純，最終成功釋出一批白色結晶。經過顯微鏡比對同成分檢測，呢批結晶嘅分子、曲構同甜度屬性，同當時價格昂貴且稀缺嘅甘蔗糖完全一致。馬格拉夫將呢個發現整理成學術論文，詳細記錄咗甜菜製糖嘅完整方法。可喺當時，呢項足以攢覆全球糖業嘅重大發現，徹底被業界冷落，無人問津。18世紀嘅全球糖業被加納比海殖民地嘅甘蔗種植園牢牢判斷。甘蔗產量穩定，採購成本低廉，加工工藝成熟，係歐洲市場嘅絕對主流，冇人願意花費成本投入精力去深耕一種豬屎料嘅製糖技術。呢份珍貴嘅科研成果就此被塵封喺文獻堆入面，靜靜沉睡咗將近60年，直到一個人物登場，徹底改寫咗佢嘅命運，亦改寫咗全球糖業嘅發展軌跡。嗰個人就係拿破岡波拿巴。1806年，為咗遏制海上霸主英國嘅貿易霸權，切斷英國與歐洲大陸嘅經濟聯繫，拿破岡頒布咗著名嘅柏林敕令，正式實施大陸封鎖政策，禁止整個歐洲與英國開展任何行私嘅貿易往來，企圖從經濟上徹底封鎖拖垮英國。可嗰陣時嘅英國坐擁全球最強海軍，掌控住所有遠洋貿易航線，面對拿破岡嘅陸地封鎖，英國迅速反手切斷咗法國及整個歐洲大陸嘅海上貿易通道。
呢一步反制直接令歐洲大陸陷入咗致命嘅物資危機。甘蔗糖鐵底斷供。喺嗰個年代，糖唔係可選嘅調味品，而係烘焙飲品、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嘅核心剛需，係整個歐洲食品產業嘅命脈。一夜之間，歐洲市場蔗糖庫存清零，價格瘋狂暴漲。1磅糖嘅售價一度等同於法國普通工人整整1個禮拜嘅人工。民眾怨聲載道，食品產業瀕臨寒蒼麻。法蘭西帝國面臨前所未有嘅民生危機絕境之中。有人翻出咗馬格拉夫塵封60年嘅甜菜製糖論文，遞到拿破江面前。呢篇被遺忘嘅文獻，成咗破解歐洲糖荒嘅唯一救命稻草。1811年3月25日，拿破江親自前往巴黎郊外嘅柏西實驗工廠，實地考察咗甜菜製糖嘅完整工藝，親眼見證甜菜可以穩定提煉出白砂糖之後，呢位帝王當即頒布咗一道劃時代嘅敕令，直接重塑咗歐洲嘅農業與工業格局。佢要求喺法國全境撥出10萬公個，專用土地繪步化種植糖用甜菜，官方核發334張甜菜糖廠經營執照，免費向全國各省份發放種植手冊與製糖工藝教程，同時投入資金扶持技術研發，培育專業工人政策加持，資金兜底，技術普及之下，短短2年時間，法國嘅甜菜糖廠由最初嘅4間實驗工廠暴增至近300間。完整嘅甜菜種植與製糖加工產業頂快速成型。拿破崑以一己之力，硬生生催生咗一個盲新嘅歐洲甜菜糖工業體系。雖然後嚟拿破江兵敗滑鐵盧，大陸封鎖政策瓦解，英國廉價甘蔗糖重新湧入歐洲市場，大量技術唔成熟、成本偏高嘅小型甜菜糖廠不堪競爭，紛紛倒閉。但產業嘅種子已經深深扎根，甜菜製糖嘅技術種植體系同工業模式完整流傳落嚟。此後嘅數十年入面，歐洲持續迭代甜菜製糖工藝，優化品種、育種，壓縮生產成本。到1880年，全球甜菜糖產量首次超越傳統甘蔗糖，正式攀升世界糖業核心。時至今日，甜菜糖依然穩穩佔據全球白糖市場30%嘅份額，成為與甘蔗並列嘅2大製糖核心原料之一。法國北部城市里爾嘅市中心，至今矗立住拿破江嘅雕像，當地民眾始終將佢稱作甜菜糖之父。如今我哋咖啡入面嘅一羹白糖，蛋糕上嘅一抹清甜，背後藏住嘅唔只係精密嘅工業工藝，更係一場拿破江未能打贏嘅貿易戰爭，一段絕境催生產業傳奇嘅歷史回響。甜菜糖嘅工業棲息始於田間極致精細化嘅農業種植，唔同於甘蔗只能生長喺高溫高濕嘅熱帶與亞熱帶。糖用甜菜耐寒耐旱耐繁殖，適配溫帶與寒帶氣候，能夠喺高緯度地區實現規模化種植，完美填補咗溫寒地區冇辦法種植甘蔗嘅產業空白。呢個亦係佢能夠風靡歐美、佔據全球市場嘅核心優勢。甜菜嘅種植絕非簡單嘅播種覆土，每一寸土地都要經過標準化與精細化改造播種之前。現代化重型拖拉機深耕土地，疏鬆土質，清除雜草，改良土壤，局部完善田間排水系統。曲發號甜菜根系能夠垂直向下扎入60厘米深處，充分吸收土壤養分鎖住水分，為後續糖分積累打下堅實基礎。土地整治完成後，精準智能播種機正式進場作業，設備搭載20組獨立種子寮斗，每組寮斗儲存1萬粒甜菜種子，單次播種可投放20萬粒。機器依託衛星定位系統，嚴格按照預設嘅株距與行距精準落種，間距分毫不差。呢套精準體系係8年種植經驗尋鑑出嘅黃金標準，種得太密。甜菜根係互相爭奪養分與光照，果實瘦，小含糖量不足，種得太稀則浪費土地資源，降低感產效益。現代甜菜種植早已脫離傳統農耕經驗，變成一整套精算可控嘅現代農業體系。播種完成後，甜菜會經歷大約80日嘅漫長生長期，地面翠綠嘅窯片如同無數塊微型太陽能板，日夜不停進行光合作用，將陽光持續轉化為糖分，一點一點輸送儲存喺地下嘅根洞之中。地面枝道繁茂，卻默默積蓄，地下紙皮根洞悄悄膨大濃縮，將成個夏季嘅陽光與雨露封存成純粹嘅天然甜味。每年9月至次年2月係全球甜菜嘅核心收穀季。成熟嘅標準甜菜單果重量穩定喺2磅，即係大約900克，而最關鍵嘅指標含糖量可以達到驚人嘅17%到18%，即係話
一粒普通甜菜入面純糖分含量就高達160克左右。做一個直觀對比，日常食用嘅紅蘿蔔含糖量僅約5%，甜菜亦因此被歐洲人譽為地下糖谷。看似果數無奇嘅紙皮筋蘭，內裏藏住一座濃縮咗陽光嘅甜蜜筋膜。甜菜嘅收割係現代農業最具工業感嘅環節，全程機械化作業，幾乎唔使人工干預，徹底慳覆咗傳統農活嘅形態。田間作業嘅核心設備係一台530匹馬力、重達數10磅嘅重型甜菜收割機，堪稱田間地頭嘅鋼鐵巨獸。甜菜嘅糖分100%集中喺地下根袋地上，毛片含糖量近乎為零，仲會干擾後續嘅收割、運輸與加工。因此，收割機嘅第一道工序永遠係精準去緣。設備前端搭載一組高速旋轉嘅圓盤刀片，喺甜菜根源出土之前，精準齊地平切，完整剝離所有地上枝葉，被切落嘅葉片唔會浪費。透過專屬風道直接吹入配套拖車，收集後加工為優質青柱屎料，供應葦布化牧場。田間資源做到100%利用。清潔完成後，設備底部嘅挖掘機件啟動，聳利鐵刺斜插入土層，從甜菜兩側輕柔鬆土撬起，完整將地下根箭托舉出土壤。呢一步嘅精度要求極高，力度分毫不能偏差太大，會切碎根斬使糖汁大漏流失。太嘅細則殘留過多泥土，增加後續清洗成本。出土後嘅甜菜進入設備內置震動毒網，落表面鬆散泥土，再透過傳送帶輸送至機尾，整齊堆搭喺田間，形成數百米長嘅甜菜物料帶。呢台收割機效率驚人，單次可同步處理6行甜菜，每小時收割量突破30架，相當於每小時採收33000粒甜菜，平均每秒穩定收割9粒。收割機退場後，專用前置裝載機接力作業，巨型金屬彈精準打起田間堆搭嘅甜菜，同步透過2次震動，剝離甜菜表面殘留嘅約1/3堅固泥土。呢一步係農戶增收嘅關鍵，因為糖廠收購甜菜僅按純淨根動重量計價。泥土雜質全部唔計入重量，田間毒分越乾淨，農戶結算收益越高，亦能大幅降低糖廠嘅清洗損耗成本。滿載甜菜嘅重型卡車有序排隊，奔赴就近嘅現代化糖廠。每年9月至次年2月嘅收吉加工季，係糖廠全年最繁忙嘅時段，工廠24小時3班，倒不間斷運轉。單日進場卡車超過420架，單廠旺季總處理量可達63萬磅成。源源不斷將田間原料轉化為工業糖品。卡車進廠後，首先經過精準評重與抽樣質檢2道工序。每架車進場與出廠分別稱重，差值即為甜菜淨重。質檢人員隨機抽樣檢測2大核心指標：含糖量與含土量。2項數據直接決定呢車甜菜嘅收購單價，公開透明，精準計價。質檢合格嘅甜菜全部傾倒，堆積成巨型原料堆，如同一座座褐色小山，等待進入全路程清洗流水線。呢個係製糖嘅前置核心工序，全程分為多級精細化清洗，剔除泥土、沙石、枯格爛果等所有雜質。第一道為高壓噴淋粗洗，高強度水柱沖刷甜菜表面鬆散泥土，初步麻離大部分污莖。隨後甜菜進入巨型旋轉清洗滾筒，喺持續翻滾與互相摩擦中，借助天然碰撞力搓除表皮堅固泥塊，效果遠超人工清洗與化學洗滌劑。滾筒內置重力分選，各係令密度更大嘅沙石泥土自動沉降歸集，避免硬質沙石損壞後續精密設備粗洗完成後，甜菜經過多組傳送大噴水裝置與沙石分離器，進入2級精細清洗滾筒，徹底清除殘留枯甲稻草與細碎泥土。最後透過終端高壓水流蒸洗，配合智能巡檢，剔除破損、腐爛夾帶雜質嘅次品甜菜，確保進入加工環節嘅原料完整潔淨。呢套清洗流水線有一個最極致嘅巧思，全程唔使用自來水，全部循環利用甜菜自身嘅水分。成熟甜菜含水量高達75%，糖廠透過前期工序收集甜菜原生水分，過來淨化後循環用於原料清洗。呢套閉環水循環系統，令年產數10萬磅含白糖嘅大型工廠幾乎無需消耗外部水資源，實現資源極致利用。與綠色生產清洗完成嘅甜菜表皮乾淨發亮，徹底告別田間雜質，正式進入製糖核心工序。潔淨嘅甜菜隨即送入製糖車間最震撼嘅巨型切絲設備。呢台設備嘅滾筒直徑達59英尺，
相當於2層樓嘅飯道，體型龐大，精度極高。滾筒內部均爛排布66片剃鬚級鳳梨合金刀片，以每分鐘20轉嘅窮定速度高速運轉，每分鐘可穩定處理8磅甜菜原料。甜菜從頂部爛速投料，接觸旋轉刀片嘅瞬間被切割為均勻細長嘅甜菜絲。行業專業名稱為卡塞特，源自法語，寓意規整小巧嘅條狀形態。標準甜菜絲嚴格控制在3至5毫米花度，8至10厘米長度。呢個係200年工業迭代尋價出嘅黃金尺寸。點解要咁嚴苛咁限定切絲尺寸？本質上，甜菜製糖嘅浸出環節係一場純粹嘅表面積戰爭。糖分封存喺植物細胞內部，只有最大化增加原料與熱水嘅接觸面積，先至可以高效溶解釋出。切絲之後，甜菜嘅有效接觸面積提升數10倍糖分，浸出效率成倍增值，但尺寸絕不能過碎，否則高溫浸泡時會軟爛成泥。混雜大量膠質與蛋白質，大幅增加後續提純難度。3到5毫米嘅標準絲徑係兼顧浸糖效率與糖液純度嘅最優解。切好嘅標準甜菜絲將被送入整座糖廠最核心嘅設備液流浸出塔。呢座高達65英尺，相當於6層樓嘅鋼鐵巨塔，係甜菜製糖工藝嘅靈魂。憑藉一套天才嘅液流原理，實現糖分嘅高效完整提取。塔底持續注入華氏180度，約攝氏82度嘅恆溫純淨水，水流由下而上，緩慢流動。塔頂持續投入新鮮甜菜絲，甜菜絲依靠重力由上而下沉降，熱水向上，甜菜絲向下，雙向反向對流。呢個就係液流浸出嘅核心精髓。塔頂啱剛投入嘅甜菜絲含糖量最高，遇到嘅係已經溶解部分糖分嘅半飽和水，濃度差依然存在，能夠持續釋出糖分。沉降至塔底嘅甜菜絲糖分已然近乎穩乾，此時接觸嘅卻係啱剛注入嘅全新純淨水，濃度差拉到最大，能將根德內殘留嘅微量糖分鐵底驅離。單條甜菜絲喺塔內嘅完整沉降時，長嚴格控制喺1小時水溫路定，鎖定攝氏82度，溫度把控分毫不能偏差。過低糖分溶解度不足，大量糖分殘留，甜菜渣造成浪費。過高植物纖維軟爛分解，大量膠質與蛋白質混入糖液，增加提純難度。1小時嘅精準浸出之後，塔底流出乳白色微混度嘅液體，即為原糖汁，含糖量約14%。同時混雜甜菜自身嘅蛋白質、果膠、有機酸與礦物質等天然雜質，整粒甜菜90%以上嘅糖分都會喺呢座65英尺高嘅塔中被完整萃取。浸糖完成後，鐵底穩乾嘅甜菜絲被塔底旋轉螺鈿統一排出，變成乾燥疏鬆嘅甜菜渣，富含膳食纕維與微量蛋白質，係牛羊養殖嘅頂級飼料，全部對外供應牧場，形成完整產業閉環，真正實現原料100%利用。跟住落嚟，所有人最關心嘅核心問題，終於迎嚟解答：超市白糖雪白透亮，到底有冇添加漂白劑？答案係完全冇工業白糖嘅潔白。唔係化學漂白嘅結果，而係極致提純後零雜質嘅物理呈現。從浸出塔流出嘅原糖汁呈混濁乳黃色，混雜大量天然雜質。若果唔剔除，成品糖會發黃發暗、結晶粗糙，仲會帶有泥土腥味與植物酵味。糖廠沿用200年嘅核心提純工藝，依靠嘅係生石灰加二氧化碳嘅天然化學反應，全程冇任何化學漂白劑與工業添加劑。首先將生石灰加水攪拌成均限嘅石灰乳彈綠液，精準注入原糖汁中。石灰乳會主動與糖汁內嘅有機酸、蛋白質、果膠等雜質發生中和與碎零反應，將分散嘅微小雜質攬埋一齊聚集成眼浮水狀物。隨後向糖汁中持續通入二氧化碳氣體，觸發經典化學反應生成碳酸鈉、白色沉。碳酸鈉結晶生成嘅過程中，會好似細密嘅化學勁網咁，將所有碎狀雜質完整包裹果群沉降，最後透過超細精密過濾設備鐵底截留所有碳酸鈉沉澱與果群雜質，最終流出嘅就係清澈透亮嘅淡金色純淨糖液，含糖量從14%提升至約17%，所有影響色澤與口感嘅雜質全部清零。當糖液被提純至近乎絕對純淨嘅狀態，糖分晶體本身就係無色透明嘅。大批量結晶堆積後，肉眼呈現出雪白透亮嘅質感。呢個就係白糖潔白如雪嘅真正原因，唔係漂白，而係純到無瑕。精煉後嘅純淨糖液含糖量僅17%，距離固態白糖仲有最後2道工序：濃縮蒸發與強溫結晶。
首先進入多效蒸發罐，喺攝氏130度恒溫環境下持續煮沸蒸發水分。隨住水分不斷流失，稀薄糖液逐漸濃稠，最終形成含糖量高達75%嘅高密度糖芽，質地濃稠萬密，堪比蜜糖濃縮過程嘅溫度控制嚴苛到極致。輕微超標就會觸發焦糖化反應，色澤變深，口感發苦，鐵底失去商品屬性，全程依靠智能儀器實時控溫控壓。當糖價濃度精準達到75%，溫度降至適配區間後，最玄學嘅結晶環節正式啟動。操作員向巨型低壓結晶罐內灑入微量子糖晶體，粒徑僅0.01英寸，比芝麻仲要細小。呢啲微小晶種就係結晶嘅核心油期。糖濺中游離嘅糖分子會主動依附喺晶種表面，嚴格按照六方晶系嘅幾何結構層層有序堆搭生長，成個結晶週期被壓縮至12.5個鐘。0.01英寸嘅微小晶種，最終切成0.02英寸嘅標準化白糖晶體。大小均亂，形態規整。結晶完成後，罐內係糖晶體與濃稠母液嘅混合物，需要透過工業離心機完成固液分離。切直臂以每分鐘上千轉嘅速度旋轉，將固態糖晶體甩至內壁液態母液，從細縫中飛脱出嚟單獨收集。呢度工序重複3輪。床撐馬尼晶體表面殘留母液，分離出嘅深色母液即係糖蜜，仍有些少量糖分。但冇辦法繼續結晶，全部銷往鋼酒廠，用於鋼造冧酒與啤酒或生產工業酵母。邊離母液嘅純淨糖晶體送入熱風乾燥滾筒帶，走殘留水分，再梯度降溫穩定狀態。現代化糖廠單日產能可達1000磅，年產量穩定喺20萬磅級別。乾燥完成嘅精製白糖，透過智能流水線分級包裝，一部分裝入2500磅嘅工業巨袋，透過密閉管道直接供應可口可樂、雀巢、奧利奧等食品巨頭，另一部分進入家用包裝線，自動製成3到5磅嘅超市細包裝，發往全球各大零售終端。由深埋地下嘅紙皮甜菜，歷經80日陽光孕育24小時工廠極致加工，最終變成我哋咖啡與甜點中嘅一羹清甜。我哋每日習以為常嘅一羹白糖，從來都唔只係調味品，佢係1747年德國實驗室入面被遺忘嘅科學發現，係甩8甩1年拿破江絕境破局嘅產業佈局，係寒帶土地80日陽光雨露嘅濃縮，係66把刀片嘅精準切割65英尺高塔嘅逆流萃取，12個半鐘嘅內心結晶，更係一套零浪費高精度嘅完整工業體，係最值得反覆重申嘅真相。係雪白嘅精製白糖，從未添加任何漂白劑。佢嘅潔白係200年工藝迭代、層層精煉後，天然晶體呈現出嘅純粹本色。喺甘蔗呢段全球糖業嘅時代，係甜菜打破咗地域與氣候嘅逼霧，令甜味走出熱帶產區，普及到全球每一個角落，令廉價穩定純正嘅糖分成為普通人隨手可得嘅日常。如今全球3成嘅甜蜜都源自呢粒不起眼嘅紫色根蘭。下次當你舀起一羹白糖，沖泡一杯甜飲時，不妨記住呢份跨越百年嘅浪漫。嗰一啖甜藏住戰爭與革新、自然與工業、堅守與突破，係人類用智慧對抗困境、慈化自然、重塑產業嘅絕佳見證。如果你鍾意呢類深入產業鏈底層探尋食物真相嘅內容，歡迎點讚訂閱。我哋將持續帶你拆解萬千美食背後不為人知嘅工業奇觀與產業真相。